看到樱花、sakura 代表春天到诶，在日本也甚至本人看作精神象征。旧年大体通过后19年来，台湾也引来人实行看樱花，尤其更加係花季，包括阳明山、武林农场，也則主要嘅看櫻花嘅景點，如為大石茶喎。唔過詳情講啲，安那嘅櫻花到底有幾多種，花期有一長呢？今日都帶大家去到也則客家莊來了解台灣嘅櫻花。以正兩隻啊當無限土辦櫻花樹，準備話以那個搭地去種，一個隻山頭種你咪親手2萬頭各種各樣嘅櫻花樹，喺台灣也種櫻花，幾年種千度嘅櫻花農民，還比一度大型遊樂區種嘅行卡多，也揾一種一搭櫻花林品種按到2億，台灣沒有熱力嘅按做歡迎冇晒煙。你按到人命係對日本傳來按到6億元，因為夾個花屋。出來家下有綠黃色，佢按看起表面上看到下有啲綠色，可以按到2億元。每年南種3期到10頭，愛種櫻花該改到成種有淺嘅種組合，按你經常蔬菜好行，櫻花貴多嘅已經行卡無限。新正月時期，各個農場聽說會當多人來看櫻花，年3、24嘅冇一度時間好做。佢當份櫻花32年前做到一下，對三腳變做好看櫻花人講嘅台灣櫻花專家，也所看到論述，主題幾隻櫻花品種係乜嘅？其實頭下嘛，根本冇人聽。哦，都冇葉，又冇花，人都看到幾關，哦，看到幾把。人唔講掛隻牌嘅，掛隻相片，我哋乜嘅，你就買乜嘅。買裝起無天中上，無天中無上，你就冇一個感覺到講，我今日係本影片啊，有本影片過冇本影片過，完全係咁不知不覺。我哋是卡比較已經專業化了後，100本影片、200本影片，叫起會錢啊。專家認為，青河櫻花樹除咗要當雜嘅樹幹、樹葉呢，花多葉色，韓國花我太累。土家嘅農場地度有50人種嘅櫻花，也除咗台灣山櫻花，還有水豐色嘅河津櫻花，咩開到鬧，都係3、4年咧，還有香水櫻花、吉野櫻沙定開花。台灣欣賞櫻花文化，清早係對日本傳過來嘅。櫻花係日本嘅國花，同日本屬嘅台灣傳入一道櫻花品種。不過中國國情無窮樣，種花又捨唔得，還唔當種菜。在台灣光復嘅時期，這樣是暫停一道櫻花樹。也19年來，又開始分喜歡櫻花，上菜再個種起來。你尤其台灣被日本統治過，當時嘅日本嘅長官來。咩帶千多日本嘅櫻花品種過來，對台灣在山區地區各個地方都有這個種有樣嘅品種嘅。即係礙於人哋嘅民族生活條件冇有太多，大家冇去發展。也19年來，除了北部陽明山、中部武林農場，種櫻花發展青河蔬菜之一係台中嘅新沙。除了花海當有名，也特別人講係中部嘅陽明山。今日做的講係一稱嘅種櫻花行到頭前呢，做到19年前，地方就向鄉公所建議要種假的櫻花，這樣是鄉花，就係鮮櫻花。既然係陽明山嚟講，冇有就係鄉花，佢有特色嘅鄉花，所以到特產就係咩上公所來拜託苗圃，給發揚櫻花樣，發落特產講好，將種，你將冇就近邊嘅按多嘅櫻花，將有嘅櫻花節好來攀安尼。台灣嘅前鄉長李光明先生，10年前佢做鄉長嘅時，就開始種櫻花。規個新社鄉種有10萬頭嘅櫻花，而家差不多就2萬頭是盛開嘅，所以係非常嘅正。新沙台灣民俗同休閒農業青島嘅地區，除咗區公所順向櫻花林，主要係種台灣山櫻花。同各種大小休閒農業地度，有行卡多嘅百葉櫻花，對政府到民間強下種，初秋嘅新沙櫻花也係好光景。
引发了，你差不多按防按闹呢，对，人家平新鲜就起头了，别选附近的泰康啦，东西啦，和平的都，慢点都杀到用那种，那去种，种看到用也平发展了，就给我慢点2-3年才有引发，对啦，所以引发中坡引发，色彩是新鲜用发起的。山樱花是台湾的原生种啦，因为因为多重瓣的樱花是较强，所以因为农业技术才真好，所以说因都用嫁接，嫁接头因为山樱花双倍，多重瓣樱花非常的强。另外的富士樱嘛用嫁接啦，所以讲会发起的比较强得好。所谓单攀呢，是一层攀，用5皮花攀呢，按照单攀，又都经过人工栽培品种，人工去调配过后诶，佢会增加有副攀，副攀后尾再过来又演变到有8重，8重是差不多，副攀是超过5攀以上到7、8攀，叫做按照副攀。樱花的单位变种的特色，自然参考种类当多。单纯做日本的樱花名的品种的历史记录，足以几千种，也有留下来的，至少没有300多种。迄讲简单对花皮来分，大概有5大类。一般讲的山樱花、枝叶樱係單皮的，深葉皮到深皮的係8重，搶8重櫻；枝葉10皮以上的係10重櫻；漸漸的100皮到枝葉8皮的按照曲櫻，看起來就像一類一類水紅色的曲花。这个千重樱不代表是一种樱花啊，它是樱花里面在这个花瓣的系数里面，它就属于叫千重科的，叫千重樱。千重樱过去还有更高档叫菊樱，菊樱它也包括蛮广的，很多种，但只是花瓣很多，大概会从80瓣到200多瓣都有。下面这个植株就是山樱花啊，它的那个树势比较强。那现在我们接上来这个是那个吉野樱，它的花色比较漂亮。那利用这个方式叫做嫁接啊，那可以让这个将来这个开的花比这个山樱花还更漂亮。一到3那喺度董事林場地度，本單種嘅係台灣山櫻花，也做親隻枝葉櫻。再過幾年呢，見到嘅3年呢，最幾片嘅開發大年嘅水紅色枝葉櫻。董事林場面積當翻有200公頃，單槍櫻花足種係4000人頭。在整个中部的这个区域，是一个很适合种花、赏花，也是很适合我们人类居住的一个地方。因为这边的气候不会太冷，也不会太热，那经常都是这样子阳光普照的机会比较多。那在这个赏花的这个季节，樱花季的话，那除了说新社，我们这里的数量算是相当的多，而且步道也相当的完善。公園無限度嘅拍錯整體，一打到3那喺舊年嘅大體同嘅時節規則推散。董事林場頭前幾年又再過種櫻花。希望同董事林場嘅後山，除了延伸的植物，能夠營造一隻櫻花山呐。88年的9.1地震的時候，東勢林場裡面有一塊地，我們稱它叫28甲，那面積大概28公頃。那這一塊土地裡面的原來的植物都被那個地滑所掩埋掉了，所以看到的這些樹種都是9.1地震之後種的。那除了種了30幾種的原生植物以外，那在上下邊坡的兩處都種有大概有500-600株的櫻花。在這個推廣櫻花來講，其實九族辦到今年剛好是13年的櫻花季，九族櫻花季，也可以說，其實在台灣賞櫻風氣最早推動賞櫻風氣的就是這裡。那個時候剛好是9.21地震之後，我們這個地方重建需要一個很強有力的一個主題。一對一對青年對流浪下來，先攞櫻花向下翕相。近年來，台灣越來越興去看櫻花，救出櫻花季，咩帶動一隻風氣嘅其中一類。舊年過後到今，累計已經上幾廿百萬人次的人去看櫻花。台灣畢竟跟日本不太一樣，而且台灣人他是就春天他賞花嘛，杜鵑花、櫻花，什麼花百花一起賞。那針對櫻花來講，就是以九族櫻花季這樣子，它是
最早这样子操作、最早这样子举办的一个地方呢。那慢慢这几年来，可以看到台湾到处都是在赏樱啊。九州研发机今日係日前嘅日本研發協會嘅百大賞櫻名所，係日本同海外唯一推薦欣賞研發嘅點。佢也沒有全台灣唯一做像日本樣嘅看野人嘅素材。同台灣看野人係結合音樂嚟燈光，變做一種燈光秀。在台湾其实没有人说晚上在看花的啦。那在这边我们办了这个夜樱活动之后，其实变成一个经验啦，因为在日本它有赏夜樱，其实最主要的目的是在公园里面吊着灯笼照明，让你在樱花树下喝酒聊天。但是我们这边不一样哦，我们这边是已经把樱花的这个变成一个灯光秀。南投還有隻看櫻花正發展起來嘅好素材，也特別係新義鄉嘅草坪頭，幾樣少遇到行人上山降落，有的人就留下來，也有幾名大概3股還有1股係行人，佢哋創造做一種梅嘅、梨嘅，同民國62年時節改種茶。條白河都我講嘅時代啊，嗬都從近這來啊，嗬來啊會降落啊，嗬來啊會差唔多70年嚟啦。叫了都低啲啊，嗬過嚟嗬都種到梨嘅啦、桃嘅啦，嗬跟茶籽啦，嗬種都少冇停啦，嗬差唔多20年前嗬都搬種茶嚟，嗬都嚟緊啦。茶農土整理茶葉，再過1-2年就會有春茶好摘嘅。草坪頭開闢10個人供茶，種嘅係玉山茶，幾樣是一種櫻花，就係為到上人上山去買茶米。幾名本地閒少，種櫻花會影響到茶樹嘅生長，冇想到上幫上聽帶來咁多嘅人客。台灣民眾係為到買茶米去草坪頭，也變做嘅去欣賞櫻花，順便嚟買茶米。以前嗬，你喺櫻花嗬，差唔多種千幾嘅嗬，差唔多25年嚟啦。啲人口地輩嗬，嗰種櫻花種差唔多30人條嚟，嗬要八種，嗬開多過年過後啊，嗬都係要。看櫻花一定聽嘅係，還看得到無窮樣嘅調嘅來呀，還唔單止係調嘅，櫻花開花大年時期，還上來捧嘅老強烈，來食花咩老重嘅，同大自然生物鏈當中，櫻花沒有生態平衡嘅角色。像嘅櫻花對嘅生態啊，實在嘛當，像日產時間，因同棚嘅野生嘅同棚咧，你一產嘅，咁啊梅花，如何識嘅咧？梅花了都冇咧，生得咧，所以你要櫻花其實要花款，其實冇野生嘅就會識，唔係像人嘅學同棚嘅人家，佢會你一冇好些時，佢會變同來別識，野生嘅冇啊。它的花型剛好有蜜蜂哈，它的花型是從吊鐘型的，所以一般的花都是向上長，只有櫻花是往下垂的。但是因為如果數量多的時候，就會很漂亮、很壯觀。一下看櫻花動理片，冇聽錯許多個個嘅聖誕歌，冇聽錯喺日本花季多嘅台灣各地做櫻花。不過啲種人詳細看內部，唔是歡迎聽人生氣。對歡櫻花人來講，一看到某個品種，生到某個樣嘅，一看到一定真到嘅櫻花，就有幾種櫻花特別嘅生存條件。托點流行看櫻花嘅時節，台灣日建議天朝保有自家欣賞櫻花嘅文化。